咱们东北女孩平常在家都怎么撒娇？啥撒娇啊？净撒泼。哥们说这话出门不挨揍啊！你这样啊，我撒娇跟别人不一样，你说几句我给你翻译翻译来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啥呢？玩儿除了喝点啊？我想给你白头偕老。对付过呗，还能比咋的呀？天涯海角我都随你去。让你先撩，等会儿我撵上你，你就废了。你对东北是什么印象？看你70多哎，但是看东北虎要100多。哥们说话挺机车呀。你可以说票价便宜啊，但你不能说我虎，知道不？当老虎都灭绝了，母老虎只有婆婆效应。我挠死你！哥们听没听说过东北币？那你要给我多少哎？我给你1杵子，还管我要上了一天，12块钱自助盒饭吃没吃过？那为什么我吃的16呀？哥们倒也没必要纠结那3块2块的，想不想那东北生活呀？不想，我怕有母老虎。我腿给你俩！